我哋最常聽到你哋去馬爾代夫嘅要求就係要間房靚。今集你要住邊度，就同你介紹2026年馬爾代夫最強打卡酒店攻略。Let's go！ 頂車級唔使諗，一定係 Ritz-Carlton Maldives， 佢係 Ritz-Carlton 嘅旗艦店，成間酒店就係一個 art piece。你會發現喺間房打卡打到手軟之後，出到餐廳、酒吧、SPA 都要繼續影，就連個 Kiss Club 你都唔可以放過。成間酒店無論係個視覺效果定個建築藝術，都係無可挑剔。豪華級我會介紹 Covent-Garden Maldives， 有50年歷史嘅老字號，全島大翻新。佢哋除咗保留咗超 OG 嘅水上屋之外，佢哋仲新起咗一系列全新摩登嘅水上屋俾你哋去打卡。新舊交融，保留咗傳統嘅精髓之外，仲引入咗創新嘅概念，係一間唯我獨有 design 嘅酒店。精選級非撈不羈連莫屬，雙到體驗，邊影邊發掘。水上屋唔算大，有種精品酒店嘅感覺，有玻璃底，仲可以 optional 加埋個泳池。重點係個 package 包埋水底餐廳體驗，我真係唔知道打卡點樣輸。其實呢啲只係打卡酒店嘅冰山一角，想了解更多馬爾代夫打卡酒店嘅資訊，就喺下低 comment 一個相機 emoji 揾我哋了解更多啦。Peace out！